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5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7篇，箴言第2章第6节到第8节，使徒行传16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智慧的源头。昨昏咱有讲到教导，教导是信仰的基础。因为咱讲，咱着爱读圣经、祈祷，是为着要咱讲基督信仰的两个实仔啦吼。咱读经是要帮助基督徒借着这个经文来认识上帝，因为圣经是上帝所启示，要互人明白伊的教导甲旨意。圣经清楚甲咱讲，智慧的源头就是上帝。毋是人的财物。箴言第2章第6节到第8节嘛，甲咱讲，因为上主赐智慧、财物甲聪明，拢对伊会喙出。伊为着正直的人，积聚真的智慧，保护行为端正的人。伊保守正直的人的路，保护伊忠心的人的道路。上帝的智慧帮助咱用无同款的角度来看生命，来看世界。亲像前主日牧师分享的，上帝的眼光是超过迄个距离，嘛超过迄个时间。所以安尼，相信伊的人，追求永生的人，就必定爱去追求上帝的智慧，会通用这个无同款的角度来论世界，来看人生。保罗的学生提摩太，伊是生长自一个敬畏上帝这个气氛的家庭内底。虽然伊的老爸是外邦希腊人，但是伊伫伊的成长的阶段，深深受到老母以及伊的外妈的影响。伊追求上帝的智慧，因为安尼，当保罗拄着伊呼召伊了后，伊也就安尼来跟对保罗去宣教。一向反对一定要接受割礼才会当得到救恩的保罗，伫经文的记载，却是亲自为着提摩太行割礼。侪人袂通明白是安怎保罗要安尼做，但是这个代志就是保罗用智慧来判断所行出来。因为所有地方的犹太人拢知影提摩太的老爸毋是犹太人，伊若无为着这个提摩太，伊来行割礼，来带伊进入伫犹太人的这个社群，是有性命的危险的。使徒行传16章第1节到第8节，记载着保罗为着提摩太行割礼的一项事。保罗搁去特别甲罗斯德，伫遐有一个门徒叫做提摩太，老母是犹太人，是一个信徒，老爸是希腊人。罗斯德甲伊哥念的信徒拢称赞伊。保罗想要带伊做伙去，就甲伊行割礼。因为迄所在的犹太人拢知伊的老爸是希腊人，因一个城过一个城，将耶路撒冷的使徒甲长老所议决的规律交互因去遵守。对安尼，逐教会的信心坚固，人数日日加添。因为圣神组织保罗甲西拉伫亚细亚圣传道，因就对弗利加甲加利太的地方经过。因来到伫美西亚边界的时阵，想要入去庇推尼省，
不过信耶稣的神毋准，因就驶过美西亚落去特罗亚。咱也看见保罗伊的智慧啦吼，伊是真正是一个顺服佮有智慧的人。伊有基督圣神的智慧。咱伫经文中间来看到，耶稣的灵不准伊去到伫庇推尼省，伊就顺服啊。这是一个充满有上帝智慧的人所应当爱做的事。诗篇67篇，愿上帝怜悯阮，赐福互阮，愿你用仁爱款待阮，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。我万国捌你的救恩，上帝啊！愿世间人拢称赞你，万民拢学乐你。愿万国快乐，唱歌欢喜，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，引传世上万国。上帝啊！愿世间人拢称赞你，万民拢学乐你。土地有生产五谷，上帝，阮的上帝有赐福互阮。愿上帝赐福互阮，愿全地拢敬畏伊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诚做有智慧的，互阮会通事事遵主做单，凡事遵趁主的旨意，跟对主的脚迹来行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